委內瑞拉副總統馬杜羅喺內閣同埋軍方領導層陪同下宣布查韋斯嘅死訊。去年10月連任總統後，查韋斯因為癌症復發，一直喺古巴治療，連就職禮都無法出席。上個月佢完成治療返國，都未有公開露面，直至當地星期2下晝病逝。大批民眾知道消息後都好傷心，有人手持查韋斯嘅肖像同埋國旗上街悼念。查韋斯嘅遺體會移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嘅軍事學院，供民眾瞻仰。星期5會舉行國葬。據委內瑞拉憲法，會喺30日內選舉出新總統，副總統馬杜羅會出任臨時總統。查韋斯患病期間曾經高調支持馬杜羅，希望由佢繼任總統。內閣同軍方亦都已經表態擁護馬杜羅。委內瑞拉政府冇公布查韋斯嘅死因，官方較早前指佢手術後一度出現嚴重呼吸道感染等併發症，但馬杜羅就質疑查韋斯可能係受到敵人攻擊而患病，計劃成立專責組調查查韋斯係咪被落毒。公布死訊前就驅逐2名美國武官出境，指佢哋從事間諜活動，試圖煽動軍隊叛變，陰謀顛覆委內瑞拉。美國國務院發聲明否認同查韋斯嘅死有關，指馬杜羅嘅指控荒謬。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